把你这个小商户打成肥猫。高海，面对年轻的挑战者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些年轻人都爱说这么天真的话。我来问你们，他为什么还在这儿？你这个腰带是怎么的了？你不知道吗？要不是6年前那一场假赛，你今天连做的几个都没有。假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假赛？